马来那种排队的。一个家，他们只会给你那个50块呀，对，Mirito. Ada tu kok ayam satikan anu tapi标准的那个Mirito。这个标准完整，Mirito 就是那个嘛，开嘛，开火嘛，开。Orang masih lembut dan saja. Mirito 那个来orang nama我们要延续里面那个就可能一些文化延续，所以也是传承。那时候你自己拼店，很方便的。Tenggelam dan jaga awal mau semua. Ini kan itu kita kemudian. Wah, itu kemudian. Pasal untuk sini dia mau bawa ke. Siapa cara ini mata ya? Anak ini sekarang belum mau vaksin. 现在那个山坡地的，如果里面种东西的话，要被没收。我的是，然后我淘宝都知道了。好吧，定价啊，如果是还是3分之一，如果不到，我工具，这个不算第二，不到，你把定价的没关系，我反正是我在那个。礼物局收的，在那个maka saya rumah ini pertandingan berjuta. Pura rumah ini kan, mulia, mulia usaha itu. Ini asas komisi ini. Terus anda ya, saya cakap itu sekian kong, kong murai. Fiasco. Karena kami财产局你们那个公定价啊，我到100多万这个，后悔了。哎，后悔了。一分地现在好像是57万，哎，有3亩地啊。水田的7分啊，水田7分，那就不然那不用。那么还得那么够嘛？把那这个不下来啊，说了很多，剩下2分地可以农会不给干，也不少个。我的生不是给他们目标那不好啊，但是那种农保就那7000多都什么不？财政局嘛啊，你已经退休了。No， 你看嘛，好像还有当场2笔财纳，是吧？还有2分地，什么申请设计？还有那个农地呀，就赶快到财产局啊，你登记是吧？按这个是的不多爱是吧？但是问题是，每一个兄弟都要盖章啊。对啊，10分地怎么了呢？什么都什么都哎，1甲多地妈9分地你们都拿走了，剩下2分地我们3个人要分的，你们要不要盖章啊？等着哎呀，要是全部都盖了，剩下2分地3个人分了，那完了不地建立的好。对了，1分地45万， 7万呢。7万了。
价可能57万。这样很多人是好好享受。对，这个案例就很正常。啊，外国人念的你都好太多。好好享受一下。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当然啦，那你当老，我现在就说，马尔多米苏布里有没好？台湾给你们带来干嘛呢？马尔多米苏布里有没好？看看隔壁要这完全不准。对了，隔壁要买的话就卖给他了。